咁啊，今日喺大圖上面啦，同上個禮拜唔差不多，大圖格局，咁啊依然係一個上行震盪。咁啊，至繼日前4月7號嘅時候大陰燭，一日喺上面嗰個頭部嗰度劈落嚟之後咧，咁啊見到190嘅支持位置啦。咁之前呢個位置145啊到呢個226呢個區間做個橫行，中間一個細嘅橫行，咁橫向上突破回測。咁當時回測嘅呢一段咧，都係一個日線禁區，同一時間係618。第一次618，跟住做個雙頂未突破，回返落嚟下邊做2B，跟住再連續向上突破。咁啊突破226呢個阻力之後咧，咁啊226到250之間一個震盪。咁呢段上面嘅動能咧，都係由本嚟好強嘅陽燭，咁開始有啲陰燭或者上嘅時候扎下上噶啦。一個擴散或者一個方向嘅橫行，咁你都可以見到佢嘅動能上由之前連續嘅陽燭，咁開始呢度有啲連續嘅陰燭，有個具方向嘅橫行變一個做一個長方形嘅橫行啦，跟住然之後一個動能再打爆呢個結構，撐返618同埋呢啲換區嘅時候咧，咁啊雙底再向上到250，再有個支持阻力位置之後咧，先開始出現啲連貫嘅陰動能，由向上嘅動能開始變向下嘅動能啦。咁呢段動能陰燭嘅動能咧，都收復咗前面嗰個升嗰段啦，回調過深動能抵消啦，今日當橫行啦，又喺呢個位置變成一個長方形橫行向下突破，再以窄幅橫行嘅方式，今日向下突破到呢個225之間嗰個重要阻力位置。4月7突然向下嘅陽燭破結構破晒慣性啦。咁樣呢個格局上面咧，就優先諗大動能向下突破回測。一個就係黑色線618個重要攞呢段大動能嘅全段嘅618位置啦，呢個第一個回調點啦。咁如果攞細段嘅話，就去紅色線啦。紅色線亦都之前嗰個二雙頂嗰個位置咯。咁然後個格到咗下方嘅時候咧，做一個橫行下邊再做個2B 呢個位置啊，2B 衝返上嚟。呢度有1、2、3個頂，三頂向上突破，突破個細橫行之後咧，今日夾住喺個紅色線之下，同埋呢個橫行突破區向上，再做一個震盪。呢度夜期嘅時候回踩，同一時間洗呢啲平底，然後再上返上嚟。咁呢度都係做一個橫行嘅。呢個位置橫向上突破啦。今日企穩咗喺個紅色線之上，其後向下突破開呢個窄幅嘅橫行突破區，同一時間踩返呢個頂部，下方大橫行嘅頂部。
呢度兩個之前阻力之間夾住啦，咁係一個震盪嘅方式，再向上摁穿咗呢個216嗰個阻力，呢度做一次回測嘅，然之後再上。咁依家個價格就喺個216呢個止線同埋大阻力22,500之間做個橫行，咁都可以見到呢個橫行具有一定嘅一個收窄意味咯。咁啊，今朝開局嘅時候咧，就夾住喺呢兩隻中間。咁當時個牛證咧214重牛226就係重紅，咁兩隻個距離下方稍微近啲啲，但係因為都比較遠啲，其實都唔係差異好大，差不多。開細啲，開局嘅時候見到啦，咁啊上面一個呢度一個阻力啦，呢個頂下邊阻力就係呢條線218同埋217，217就呢個呢針呢個換嚟嘅位咯。咁同一時間呢段入邊其實都係一個橫行，具方向或者收窄嘅橫行或者長方橫行。咁呢個位置就係一個中軸位置，由禁區向下向上橫行中軸。咁呢段內嘅動能比上升嘅動能收復，升呢段動能呢，咁都喺個中軸位置做一次向上突破回測嘅。咁啊，一個拉升到咗頂嘅時候，陰燭落返嚟，動能抵消。咁呢段動能陰燭咧對具一定力量嘅。咁基於呢個格局啦，咁啊陰燭嘅動能呢，有機會係100位置，同一時間呢個 M15呢個禁區，咁有機會觸發一段下跌，或者攞細嘅一段。咁但係細嗰段已經變晒平頂啦。咁呢個機會就可能大啲。618有平頂有禁區，呢度換區動能。咁而較大格局上呢，都係一個橫行嚟嘅。咁上面有平頂，下邊呢度都有平底嘅。咁啊，都係一個橫行嘅窄幅嘅橫行入邊啦。呢度，咁如果呢度考慮個劇本買升買跌嘅話呢，咁下跌嘅話有可能係向上突破、假突破，而且一踩呢個618禁區，跟住落返嚟咁樣向下啦。如果係向上嘅話呢，就一係破開呢個禁區，跟住踩向上。如果價格喺下邊嘅話呢，咁可能會調中軸再打上，或者如果 gap up 向下嘅話呢，咁啊下方呢啲位置又洗一底，踩下邊嗰個禁區再上。咁但係都係比較模糊，向上向下都可以，咁啊睇佢即時點跑咯。咁啊915嘅時候 gap up 佢就向上，洗咗呢個平頂。咁啊930落返嚟，咁呢個上方呢個就變得2B 啦，B 咗呢個橫行頂。基於佢即時嘅動能向下破啲結構，咁啊突破區嘅位置做個掛盤守返呢個88位置，呢個位置618位置啦，掛個盤。咁當時呢個位置掛咗住，留意都會向下突破，又回測咗紅色線，咁但係冇跟進，因為防守位唔知喺邊啦，而且佢有機會橫中軸再上返嚟，
需要選擇睇定啲。就一路向下，今日到咗個15分鐘嗰個禁區同埋呢個換阻力、換支持位置。咁上面嗰次取消啦，咁啊拉翻呢段大段嘅618位置，啱啱我有個中軸位，咁喺中軸位置度掛槍，咁啊有機會做個向下突破回測，之後再落。咁啊見到佢到咗呢個位置咧，咁佢又停低咗，有一個偷步嘅動作啦，咁啊有少少停動意思，呢個停呢個動，咁但係就手當時就諗佢向下延續突破，旗形嘅話咧就下一關217。咁啊圍到一次入咗，收翻支針頂，咁結果就好快洗咗啦。當時考慮呢個阻力呢個支持位置唔係話十分強嘅，咁所以都順翻個強嘅動能向下。咁由佢再落嚟嘅時候，呢個位置向下突破咯，破呢個底啦，跟住618位置同埋呢個禁區換位，咁又掛多一槍，呢槍就打咗 SL，咁又等待，跟住佢個動能就升穿破開埋呢個位置，咁當時就考慮佢喺個支持位置出一底兩底，而且呢個動能係比較強，連續3支有力，咁啊調翻轉諗埋升喺底部埋翻升打翻上中軸，咁個 R 都夠嘅，咁呢個掛第一槍。呢個未，當時呢個洗咗上嚟時候，呢個係仲未掛嘅，因為佢有機會見到佢留意呢個橫行位置嘛，佢有機會做橫行向下突破回測，佢上到嚟呢個位置咁啱停喺呢個位置度啦，咁所以呢一注當時係未掛落去嘅。咁啊，直至到見到佢呢度落嚟嘅動能比起上升動能，呢個係比較窒少少啦，上係清除3支有力啲啦。跟住佢呢個位置M15禁區洗一洗埋呢個底嘅時候，呢下動能更加強嘅。咁我直接呢支吞沒足嘅時候咧，打穿呢個禁區呢個位置就直接圍到一次入嘅。當然啦，同一時間都留意到個下跌嘅位置618換位，咁都有機會觸發一段下跌趨勢，但係基於佢向上嘅陽燭係比較強啦，咁同埋破呢個結構咧，咁所以就買升嘅時候咧，再考慮佢摧毀結構正嗰段陽嘅動能嘅618位置，呢度再做個掛盤同埋掛呢個換禁區。係，咁呢個位置掛多住咯。咁就佢回調嘅時候就踩咗上面嗰禁區，就冇踩落下面嗰禁區就上。呢個就係窄幅期向上突破。之後佢上來呢個位置都係個橫行位置橫底啦。
咁佢有機會喺橫行嗰度做呢個係第一個底，第二個底雙第一個頂，第二個頂，一段橫行，咁會向下突破咗，咁踩下第一個頂，第二個頂，有機會係咁樣嘅路線。咁入咗就等一等觀察，由佢一個上行震盪嘅方式，而且陽燭偏強，陰燭偏弱，咁佢破呢個前高啦，做一個 high 一 high。呢度都觀察到佢呢啲陽燭咧，咁啊會搭禁區618，咁但係呢度就冇入㗎啦，因為依然仲有機會橫行向下突破嗰個可能性。咁上到咁高，下邊嗰個柱就取消㗎啦。之後差唔多接近呢個，呢度有個突破區啦。咁另外上面嗰個橫行中軸嗰個突破位，當時 TP 擺喺中軸位置嘅，咁但係佢見到佢到止蝕線呢個位置都有啲反應，咁啊到咗呢度推咗 base fee，然後佢落到嚟，見到呢段連續嘅陰燭破呢個結構，呢個發力禁區一破，咁有機會做個咁個 M 頭啦，有機會咁樣打咯。咁呢度就直接推 risk free 就冇再考慮入多一注。之後佢好彩連續3支陽燭，佢踩返上呢個頸部位置，再向下，但係冇做撈一撈，咁啊震一震變返 high 一 high 一個冇破開呢個底，先至上返嚟，咁踩一踩呢個禁區，做咗個頂雙頂。咁呢段就考慮有機會橫行啦，1、2、1、2，即係橫行向上突破啦。咁啊到紅色線嗰度咧，呢度就蝕半啦。同一時間買跌嗰處咧就冇取消到，因為考慮較大嘅貪飛上 M15咧，咁就有陰燭動能向下突破回測618中軸，有呢個可能性啊嘛。咁所以呢個掛住喺度啦。咁去到午市過後嘅時候，見佢升冇破開嗰個位置，就直接到返呢啲位就食埋嗰一半啦。由於個動能向上踩紅色線，再向上突破，做個假突破啦，就破開呢個1305、1306嗰個頂，陰燭收落嚟抵消下上升嗰個動能。咁啊，咁樣一個橫行嘅方式，夾住喺呢個發力落嚟嘅位置咯，同埋前面個大橫行嘅中軸咧，就上咗2次斜斜斜向下，
行通道，依然呢個發現禁區係關鍵位呢個。由下行通道變翻長方形橫行，同一時間洗洗呢個頂，呢段動能開始落嚟，咁呢度似個頭肩頂，頭肩頂啦，頭肩頂有機會向下突破，會踩翻個頸線。咁但係落嚟呢段嘅動能唔係好強嘅，佢係細嘅碎嘅，踩翻呢個禁區咁啊冇收復。咁就到收市就咁啦。咁啊呢一段嘅落嚟嘅動能唔係強啦，咁所以都未必話有機會觸發下跌趨勢，咁更加有機會係一個橫行，同埋呢個幅度已經對佢嚟講係回調過深啦。咁啊就變咗呢個灰色嘅位置，變成呢個灰色位置較闊嘅橫行。咁依家價格就維持喺橫行嘅中軸嘅上方。呢個雙頂都係個平頂嚟，咁咪 review 翻今朝個 trade 啦。咁一開始呢個位置冇即刻即時衝入去咧，係好好嘅引手動作。咁落到嚟呢個支持位置咧，咁啊其實入就唔係太好，因為支持理論上不買升啊嘛。咁如果佢回踩呢個位置再落，咁啊買相對合理嘅。但呢個位置佢有 M15禁區同埋前面嗰個換位置咧，咁入就風險係相對大啲。而且佢個大背景下佢係比較模糊，佢唔係一個順勢單邊升嗰種。咁變咗入咗之後咧，咁呢個就俾佢打咗啦。第二注嘅話，洗完之後佢又見到佢呢個位置吞沒咗，今次就冇圍到一入，係一個掛盤方式圍到二入。係基於佢呢次吞沒前面嗰個位置啦，咁樣掛個180落，最後佢上返嚟，再死多次嗰個中位，咁當時就意識到警覺啦，就唔可以純睇跌啦，上嚟個段動能都係強嘅，咁啊即時停咗先啦，咁啊冇做咩特別操作，再觀察啦。即使佢呢段拉升呢上嚟呢段係強，都冇即刻買升，咁呢個係做得好嘅。咁啊呢兩注買跌嘅就唔係咁好啦。咁由佢落咗嚟之後破嗰個底部，再上嚟呢段見到佢個陽嘅動能咧比較強，咁直接圍到一次入，呢個相對合理啲，因為見到前面陰個陽燭已經開始強，落嚟嘅陰燭開始碎。咁有個加分，第二個係2B 加分，第三個就係個禁區位置、支持位置，直接就圍到一次入，收翻個底啦。第二個就係呢個位置攞180做翻個掛盤，咁呢一注 miss 咗，就冇乜特別。咁啊之後操倉啦，上咗去見到價格維持喺嗰個禁區上方，一個上震盪方式，到咗前頂嘅時候推 risk free 合理。有機會做翻個橫向下突破落返嚟嘅，咁就佢好彩佢冇落到咁低，冇使到，咁啊呢個位置做個長方橫，橫之後再向上突破到我哋 TP，咁呢度就食半。見到價格冇再延續向上，同一時間
但係呢個圖上即係 M15 M5嘅話咧，咁啊有機會呢一段陽燭動能嘅618位置，咁咧做一個賣跌嘅掛盤。買升嘅見到佢啲動能唔係好配合，都有陰燭嘅動能連續喎，同埋陽嘅動能開始變弱，格局開始變橫，咁啊直接呢位食埋嗰半，咁都好合理。咁就剩翻賣跌嗰注就觀察同等待咯。咁但係上面有個平頂，似乎比較危險啲，有機會再向上洗。咁啊，下次就會喺支持位置嘅時候更加謹慎保守咯。好，今日就咁多，完。